我曾经给谭老师真的真情实感的写了封信啊，写信，对，我告诉他我是怎么爱上他，怎么恨上他，怎么又爱上他，怎么对。因为那时候我们上学的时候听谭校长的歌，然后当时呢，我有一个心仪的女同学，本来跟我还挺好，后来突然有一天就不理我了。我就发现他天天在抄什么《爱在深秋》啊，什么《水中花》呀，《半梦半醒》啊，然后天天拿着那个书里的家的照片都是他的，给我恨的呀！哎呦，恨死我！这是您最早的情敌，是吧？所以后来我为了知彼知己，我就听他的歌。我一听啊，得完了，我也沦陷了。所以我们俩就一块儿开始听谭校长的歌。那首歌我们也都特别喜欢，《爱在深秋》，咱们唱两句，回忆一下。哇，真上！哎呀，要唱歌啊！如果命裏早注定分手，何你為我假意挽留？如果情是永恆不留，怎會分手？以後讓我倚在深秋，回憶逝去的愛在心頭，回憶在記憶中的我，今天曾淚